请啊，继续来看这件是假游览真诈骗。香港有一个31岁姓陈的男子，日前来台湾游览煞全失踪，家属联络袂到人，是心肝火大，伫网络顶发文章来找人。啊，这个代志的发展，互人意想未到。台湾的警方日前破一件诈骗案，结果这个姓陈的男子竟然就是这件诈骗案的车手。讲伊1月初入境台湾了后，都来加入到诈骗集团来做车手，前后领钱领18届，领2500万，抽头是抽16万，互法院裁定收押。啊，伊的兄哥嘛要为香港飞来会面，但是因为这个小弟犯罪事实明确，恐惊嘛无法度顺利返去香港咯。陈时中家属抛出这个相片，讲真着急，写姓陈的查甫人31岁，身高183公分，为香港来台湾游览，后来就找无人啊。很着急找他，就因为失踪了差不多20多天了，因为家属也不知道他过去做什么的。透过各种单位伫找人，想要到乎台湾的警察发现的时，当你骗被害人，互抓到一句话嘛唔敢讲，因为若开嘴腔口会互认出来。另外一个共党的嘛，互远警团包围。这个姓陈的查甫人，伫1月初6离开厝内，初9入境台湾。这段时间，搁买过林书豪比赛门票，要过6天后，伊敲电话讲出代志啊。后来就联络不到人，原来伊就是伫27的时候，警方抓去的。当时嫌犯跟被害人约在台北市兴隆路2段这个路口要面交600多万，但是诡计早就被识破，警方跟民众联手将人逮捕。老先生已经和假投资的话术骗1000多万，想要领出伊赚的钱的时阵，嫌犯讲爱搁付600万的所得税，所以讲被害人开始怀疑。依照警方调查，这个姓陈的查甫人伫香港就甲台湾的诈骗集团有联络。伊短期30天的签证，用观光名义入境台湾，经手的钱有2500万。领完钱以后就拍拍屁股回国，即便是被警察锁定，那只要他们不再来台湾，根本也很难抓。那尤其看准诈骗犯罪台湾的刑责，跟东南亚其他国家比较，即便是已经修法了，但刑期相对低。来台湾游览做车手，当作讲哪算会当哪赚钱。警方讲，当时有甲问讲，敢有需要联络厝内的人，伊可能歹势联络。伊香港的阿兄要来台湾找人，不过伊这个小弟领钱已经领18摆，被人收押，恐惊袂当返去啊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